罗伊，你不回家了，罗伊？不回了，是吧？我一佢有银行卡嘅女，哪里看到有银行卡？有這個單的。你看到哪里有银行卡嗎？哦，財務發家。啊？呢個天生嘅應該係，你問阿高宇喺邊度下載㗎？哦3000幾蚊。羅伊攞牌過來，羅伊，3個哦，我羅。看到了。不是我，嗯。我也喊，不是我。啊，不是你。下嚟。本來都不哭的。我羅伊其實很乖，是不？嗯。明天早上來可以答應他姐姐不哭不？嗯，真棒，點讚。同埋之後啦係天生合理的啦，頭加煙係天生合理的啦。要不就是佳佳對的話，對上個學期已經報了。有冇可能係因為佳佳上個學期已經讀了？有冇可能因為我哋唔記得同佢揀課咧？唔係嗰日已經講完㗎啦咩？好報㗎。明天我來接你。而且如果佢上個學期讀夠嘅話，佢今個學期可以唔使讀㗎。如果上面加上呢個名啊，加上這樣。你個面真係大啊你。係啊。真好食。咁佢好食你啊！睇佢山卷啊，大把啊，屋企仲有，我媽話擺咗邊個一直攞埋翻去啊。啊，我就忘記了我沒有我的硬盤那個痛，看看。